让因知影，伊伫即个破病38年久的人是耶稣的时阵，因伫安息日迄天，同齐组织参详要安怎害死耶稣。这是耶稣所问的，伫安息日最好最歹救命害命，应该爱做对一项，对一项才是对的。这是耶稣伫问。遮个人认为因所做的是对的，因伫受诫命，伫受上帝的诫命，出圣殿，入圣殿进前，见上帝了后，耶稣做伊认为应当做的代志，怜悯人、医治人、安慰人，看见人的需要。遮犹太人伊嘛认为因伫做正确的代志，就是帮赞所有的人爱守安息日，袂当犯规矩。总是遮个规矩，39项是因家己讲出来的。内面做工包括袂当医治人。什么是上帝诫命的目的？是为着要互人知影上帝的心、上帝的旨意。上帝是疼，上帝是稳定，上帝是平安。总是遮个人守上帝诫命、上帝的旨意，到后壁真做一个无疼心的人。真做一个只有看见律法，无看见人的性命，无看见人的软弱，无看见人的需要的人。伫安息日这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啥物？安息日的医治听起来本来应该是好的，因为伊本来就是好的，伊本来就是上帝要互人的，要互人的平安。总是耶稣伫安息日的医治，直到伊的名无去了，直到伊伫遐无法度徛起。直到伊伫遐，互人看做眼中钉。什么是应当做的代志？我们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把尺，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一把尺是什么？这一把尺是你放的标准，还是这把尺是上帝的标准？我们有没有真的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看见需要去帮助的人，在教会的附近，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住家的隔壁、楼上、楼下？团伙伊莫付代价，疼人爱付代价，付什么代价？头一个就是互人讨厌的代价，互人拒绝的代价。咱总是想我要来帮衬你，你搁甲我拒绝，你搁甲我要求这要求迄，无卖好啊！我甲你帮衬了，你搁伫遐嫌，无卖好啊！做较少咧，较袂互人嫌；拢无做，拢袂互人嫌。总是当耶稣伫问的时阵，拢是伫问你有做啥物？你敢有看见你无做？山羊甲绵羊分别出来的时阵是啥物？因所讲的是啥物？我当时看见你安尼，我无安尼做。我当时看见你有需要，我无甲你帮衬。我当时看见你伫遐受苦，我无来甲你安慰咧。无啊。总是绵羊所讲的是啥物咧？我当时看到你安尼的需要的时，我有为你做。
是啥物时阵看到你巴肚枵的时阵，我摕互你食，我哪毋知影？最好的代志，做到家己毋知影，咱敢有做到迄个程度？敢有人来甲你讲，我会记你，因为你有甲我帮衬过，就是几年之前安那，你讲哎哟，我拢袂记你啊。最好爱做到这个程度，最好爱做到这个程度。你敢有听见有人讲，我做讨厌迄个人，因为顶到我要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伊无时间甲我讲话，以后我拢袂甲伊讲话啊。迄无事有当时做无用的时阵，无事，我讲等下，我都甲袂记你啊。伊伫后壁骂我嘛有可能。若是即时耶稣问讲，牧师啊，你哪做牧师做甲人要甲你讲一句话，你就讲我甲伊无缘。我讲我定是，我安尼讲，我无啊。有当时啊，咱做着歹的代志，无一定真正家己知影；有当时是真正家己知影的，是拒绝去行好。今仔日安歇日的医治所甲咱提醒的是啥物咧？咱敢有看见有一个人伫咱的眼前，久的时间，伊需要帮衬，伊需要安慰，伊需要医治，伊需要主耶稣基督，伊需要你的手。伊需要你安歇日的医治，互咱看见啥物？耶稣听人讲伊爱得到好无？伊问一个破病的人：你爱得到好无？你需要我帮衬？你需要我帮衬你吗？你需要我帮衬你吗？安歇日的医治。提醒咱啥物？当咱去圣殿进前，拄着有需要的人；离开圣殿以后，拄着有需要的人，咱应当爱安怎做？安歇日的医治提醒咱啥物咧？当咱敬拜上帝以后，用咱的嘴，用咱的心，陷害别人，讲别人的歹话，要互迄个人无好过，叫做害命。安歇日的医治提醒咱啥物？毋通无感觉。安歇日的医治，毋是耶稣医治一个人安尼尔。安歇日的医治，今日这个故事提醒咱啥物？你的心嘛，爱有感觉；你的心爱有感觉，爱有好的感觉，爱有怜悯人的感觉，爱有心疼的感觉，爱有想要最好的感觉，爱会记你家己毋通做歹、捌着罪的感觉。安歇日的医治，耶稣会死，互咱看见，参详要害伊的，毋是外邦人，是喙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的人。害耶稣的人，毋是外邦人，是上帝百姓，是认为家己敬畏上帝，认为家己是好的囝儿。耶稣的兄弟。礼拜煞，敢会当安排探访？
教会前，除了起造圣殿，互牧师谢礼以外，敢会当摕去房站厝边？咱的礼拜堂，除了做礼拜、练歌、聚会，咱敢会当开放诚侪选举的所在，也是互人伫遮诚做一个医疗的一个小站。伫做遮的代志，咱敢有法度甲时间摕出来参与伫这内面？安歇日的医治，毋若是医治你，医治我，医治咱已经伫上帝面头前得到平安的咱。安歇日的医治，也医治遐个38年久无依无倚、无人甲帮赞，总是一直出现伫咱的身躯边的遐个人。安歇日的医治，毋是只有医治咱即马看到的兄弟姊妹，咱毋好一直想着咱的兄弟姊妹需要啥物，需要啥物。咱的兄弟姊妹会今日会当坐伫遮，咱拢已经对上帝遐得到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祝福、满满的平安。咱毋通一直去问你有需要啥物，我有需要啥物。即马咱所爱帮助的，毋是咱中间的人啊，毋是啊。咱即马爱帮助的是外口的人。咱敢有想着？也是只有耶稣去做就好啊，其他人拢毋免做，无要紧，拢交互耶稣，咱着负责任祈祷就好啊。教会钱管理好是责任，总是要安怎用迄个钱，会当安怎用了搁较好，才是真正的重点。人所规定的属伫教会礼拜堂的规定规则，若是去卡着人的性命、人的生活、人的需要的时，咱敢有法度会当真做改变、真做帮赞、真做上帝旨意实现的困难？咱敢有法度真正安尼做？咱拢做愿意奉献互上帝，总是奉献了，讲教会钱拢是我奉献的，着爱照我所认为好的来用，其他的袂使。教会钱拢是兄弟姊妹所奉献的，着爱用伫兄弟姊妹身上，袂当用伫外口的人。圣经安怎甲咱讲？上帝讲：我无爱祭物，我爱怜悯。一间教会的钱介济，足好的，因为遐个钱会当做工。总是遐个钱，若是一直囤伫遐，拢无做工。咱的身躯健康足好的，总是咱健康的身躯若无做工。无做主的工，足可惜，足可惜。今日安歇日的医治，嘛互牧师有深深的感受，深深的反省。伫咱的教会2年久，我讲有最好一个守安歇日的。一个上帝的百姓，我敢有因为我所要做的上帝吩咐我的工，用的时间、体力、
超过我甲别人讲话。我敢有真正好好啊传达上帝的旨意，也是我惊的。我讲即句话会互人骂，我就莫讲；我讲迄个代志会互人嫌，我嘛莫讲。我敢有真正做着一个真正守安息日，看见上帝爱人伫安息日爱真正去看见伊的恩典、伊的安慰、伊的医治、伊的照顾。我敢有做一个好的守安息日的牧师？牧师无法度，嘛无问过教会的长职，咱礼拜煞来去探访，好无？牧师毋敢问，因为牧师想讲，大家拢介无闲啊，礼拜会当来礼拜就已经介好啊。总是这2年了后，才变安尼。我当开始来的时阵所想的毋是安尼，总是我一项拢无做。我当来的时阵想到的是，我要带长职去探访，总是我无做着。我想要训练会当探访的兄弟姊妹，会当去探访这个地区有需要的人，我嘛无做着，因为无做的人真正有时间，牧师嘛无够。用真诚的心来拜托兄弟姊妹来做工，牧师只有想上帝的感动。牧师毋敢讲，咱来甲教会钱来分配，来做预算，明年度咱来做啥物工，用啥物钱。用伫啥物人？即马对一个所在有水灾、有地动、有需要金钱用的所在，咱来拨一笔钱出去，好无？牧师无讲过。牧师只有想到，当疫情的期间。伫风台的期间，若是有人的性命、有人的身躯受到伤害，要安怎？安尼来暂停好啊，无要紧。兄弟姊妹的性命介重要。咱来做直播，因为安尼，咱家己的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同齐来做礼拜。毋通亲像无牧师的教会共款，就是无牧师的教会，因若是有做直播的同工，因嘛会当同齐来做，请一个牧师来讲。上帝交代我做侪工，伫伊的教会，西湖教会，总是这2年。牧师无真正拢总做着，牧师所做的只有听候38年，想拢无人来，无人来甲我讲，牧师咱来去探访好无？无人来甲我讲，牧师咱教会的钱拢囥伫遐，安尼敢好？我只有听候，我一直伫听候有遮个声出现，我总是拢无想到我会当来讲，我会当来提出来，因为我拢是想，我才当来尔，我毋通当来就做介济代志，就叫大家一直做工，会互人讨厌。安息日的医治。我嘛是迄个经过圣殿，看见38年久破病的人伫遐，当作无看见的迄个人。
亲爱兄弟姊妹，即礼拜是我徛伫即个台仔顶，用西湖教会牧师的身份的上尾第二礼拜。后礼拜是上尾一个礼拜。我毋望我真正会当有勇气来讲出上帝爱我讲的，我毋惊的，互人讨厌的讲道。就是这个讲道会当互恁感受到甲伊来，亲像互牧师骂。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毋敢骂人，因为这个台是上帝的台。所有的提醒，拢是甲伊来的，因为毋愿意咱成做山羊。甲耶稣讲，你定是有需要，阮拢毋知。咱拢会感受到，咱互人骂，敢有想过，这是上帝伫甲咱提醒。上帝互咱机会，好好啊过后壁的日子。6月份以后，西湖教会会重新搁找一个敢讲、嘛敢做、嘛有够真心、有够做疼上帝的工人来到咱的中间，毋望迄时安歇日的医治，毋若是医治迄个破病38年久的人，嘛当时医治着耶稣问讲：你爱得着好无？当伊伫回答的是边仔所有听见，却无来甲帮赞的咱，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伫遮，伫你的面头前，阮知影，深深做是阮做袂到，做袂好。有诶，阮知影；有诶，阮毋知。总是阮今仔日知影，耶稣的提醒，敬拜上帝的时，领受上帝诫命的时，最好最歹，对一项应该做。救命害命，对一项做才是对。阮当时，互耶稣来提醒，嘛看见耶稣死搁活，互阮知影伊所教的，伊所讲的，真正是对你来的，真正是你的旨意。阮嘛要安尼学习，阮嘛要安怎做。总是当阮无够额的时，恳求你帮赞阮，互保惠师伫阮的中间引带阮，甲阮讲，安尼做才是对，安尼做毋通。阮同心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大家灵会的圣诗120首，圣诗166首，主日基督伊咧有效温柔，受伤的主道，主日基咧有效温柔，忧伤心灵医好。有时我灰心失志，一切就我空空，总是圣神来帮助，救我灵魂祷告。
一点，咱三甲迄个代志。我来报告，咱先去招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教育处讲学师安排有所调动，感谢兄弟随机应变来支援学师，嘛是想着了咱的学师跟平安度过这个疫情的考验。第二点。4月3日，小月有牧师有叫顾会务来请示，历年的日期是5月31日，有关的聚会咱5月份拢有下主日
礼拜了后，就叫做牧师的上边，啥有应这老用餐的兄弟，向的指示来报名，甲来主持迄个餐盒吼。咱因为因应吼，COVID-19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迄个政策吼，因为即摆确诊率拢依然是真悬吼，咱游玩咱共同遵守一寡应该会迄个守护原则吼，戴口罩啦手种消毒量测体温这拢咱尽量是拢爱进行吼。中会有几多点的提醒，啥咱要家己看。过来，咱来看聚会活动的部分，咱注意礼拜上午10点，注意生活这个连线上午8点45分，祈祷会咱就即摆暂停。线上所行的部分，今仔日召开是11点，差不多是做这清扫是宴庆节。下礼拜讲到林牧师师会是自然执事，主题是圣节，领圣是信箱，师会是我本人甲一个执事，招待是谢崇祖甲李来兄，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圣的执事，过来顶礼拜的民俗甲奉献奉献的部分，出入的咱再甲对向迄个村仔是来迎接吼。再来，咱来看一个后壁面贵州金具的部分，咱用3种版本来做讲解。咱就来读，上帝要赐咱地的四节，拢要建立咱，并以愿上帝赐福完全地拢敬伊，神要赐福我们。地的事情都要敬畏他。诗篇67篇7节，咱有缘在咧咱大家互相请安问好。平安。下面牧师再讲。咱这礼拜拢知影美国教会发生的代志。迄天派出所有警察有敲电话来教会问讲，要来看咱的礼拜堂有安全无？是毋是派人来的时阵，所有人拢走袂去安尼？毋过伊敲电话给我的时阵，我看那个是不明电话，嘛毋是咱的教会兄弟的电话，我都无接。当我接的时，我人已经伫外口。我搁敲转去的时阵，我伫外口，伊嘛去巡其他的教会啊。即马前2天总会嘛有接到恐吓电话，说要来把总会的大楼炸掉，所以即马警察局拢足注意关心所有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是毋是会拄着危险。咱毋若爱为着美国迄间教会所发生的代志，因受害6个家庭的兄弟来祈祷。咱真正爱祈祷的，毋是咱的平安，毋是咱的安全。咱真正爱祈祷的是举枪的迄个人，甲有啥物人会甲枪举起来开枪？咱真正爱祈祷的对象是这个，毋是上帝啊！你著互我平安，你著互我安全。是上帝啊，愿你的旨意伫这个所在来行，互人的心的确转来到你的面头前，愿意最好。咱爱祈祷的应当是安尼。另外，教界消息内面有一个退休牧师王光世牧师，伊伫5月2号车祸都已经昏迷啊。听讲是已经对家护病房出来到普通病房，总是还袂清醒，还没有清醒过来哦。若是安尼，就变植物人啊！伊的家庭后壁
伫照顾，嘛是足辛苦的。侪安尼的代志，毋是发生伫咱所熟悉的人的中间尔，咱无熟悉的人的中间，因嘛是安尼，需要伊伫，需要上帝的帮赞。每一摆咱所写出来的，拢是甲咱有关系的，因为咱会熟悉。总是伫熟悉的代志内面，咱嘛爱去想着遐个咱无熟悉的。咱讲无熟悉要安怎替伊祈祷咧？无熟悉要安怎祈祷？我都毋知影伊是圆的扁的。侪人无熟悉咱，听见咱有需要的事，因嘛会为着咱伫上帝面头前祈祷。因嘛毋知影咱是圆的是扁的，因甲咱嘛无关系。总是当遮个祈祷到上帝遐个时阵，是为着啥物咧？因为伫主的内面，咱拢总是兄弟姊妹。咱只有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吗？遐还未信主的外邦人咧，遐还未信主的其他的人，都毋是咱的兄弟姊妹吗？毋对啊！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拢是咱的兄弟姊妹。只是咱敢有真正会当用主内面的兄弟姊妹，伫上帝面头前同心敬拜。会友是安尼的意思，毋是无信主的人，都毋是咱的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咱认为歹的，无应该得到上帝怜悯的，就应该互伊受到处罚遐个人，拢是咱的兄弟姊妹。当咱每一摆伫祈祷的时阵，爱想着这件代志。今仔日咱会当受洗，伫上帝面头前宣告：我信上帝，我信耶稣，我信圣神。迄是上帝怜悯，毋是因为咱比别人搁较好，比别人搁较高。每一摆的代祷，拢爱想着这件代志。每一摆的代祷，遐个无熟悉的兄弟姊妹，才应该是咱的重点。咱中间有的亲人有伫病院的，有的亲人有过身的，毋是咱家己教会会友，咱敢会当做啥物？迄嘛才是咱爱做工的重点。爱为着遮个真正需要上帝的人来做工，毋是为着已经得到怜悯、得到恩典的人的需要。咱的时间应该用伫遮，咱即是进入公道的时间。
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所摆列的祈祷，恳求你接纳。阮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角来念圣诗400首，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神得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爱，亲像长流活水，伫蒙雾黑暗时看见主的光。咱三角起来念，手唱了，咱主来祝福。愿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圣神随时会提醒，正做恁的溃烂，互恁伫上帝光、上帝旨意内面有完全的平安，做上帝好的百姓，好的囝儿，去行仁敏，行公义，甲恁的主上帝三角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